古迹德清山庄有种200年的贵味的奶鸡，最近这个果实是结真高，官方是开放予民众来买，无到10分钟就卖了咯。要予民众品尝到100年奶鸡的同时，嘛会当感受到100年古迹的魅力。卖100外位民众火头真冲，因的目标就是赶前这2层树仔顶的奶鸡，大家骹手食美了，就敢若准备正过办事。不管奶鸡偌悬，拢唔惊。现在的黑叶比较酸，可是现在的这个的比较甜。这是台中市潭子区的市林古迹德清山庄，只有2层100年的奶鸡树，但年内开放民众来食办，去年已经影响总停办，经过1年休困，电路被压水，今年的量比去年更多。民众等1年受够怀念这奶鸡的滋味。我们就是请教农会，还有我们种植荔枝树的农民，教我们怎么样施肥、防虫以及防落果。除了办奶鸡，园区嘛邀请社区团体带来音乐演出的活动，让民众食到奶鸡，嘛当感受到100年古迹的文化魅力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